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粪扫掩埋场，顶礼拜五的半暝起火烧，5、6万吨的粪扫已经烧3天啊，也无法度完全来控制。上害的是，包括南投、台中甲彰化，拢会当闻到火烧的臭味。到即摆，这个卡土机还佫继续咧翻粪扫，要甲降温，互这个沼气来散掉。啊，这把火嘛，互草屯久长以来粪扫的处理问题再一次铺就台面。南投草屯粪扫掩埋场大火，这个火到5烟以2층，这场火已经烧3天啊，也未化。有几台怪手伫现场一直挖粪扫，希望讲会使降温和火，莫阁继续烧。明火已经消除了，还要持续的，就是怕它复燃跟闷烧。粪扫烧3天，伫附近的县市拢闻到臭味，包括南投的草屯、南投市、南投的埔里，还有台中雾峰、台中乌日、彰化的分园。这场火，和这个草屯近一年来粪扫处理问题，又阁引起讨论，因为草屯无合法的焚化炉，会使来处理这粪扫。所以讲，旧年来草屯的粪扫拢是压缩后运到台中新竹桃园等等外县市去处理。不过草屯的粪扫有5、6万吨，无法度随车走。草屯垃圾现在占全县的垃圾的1/4多，所以我们就建议先打包，然后呢，就原有的这个焚化炉来维修。县长林明进认为讲，上紧的办法就是修理粪扫场边啊，已经停用20年的焚化炉，可以达到即卖环保标准，就使赶紧解决粪扫的问题。好像借人家厕所一样，天天去借，总有一天自己要盖厕所。环保署表示讲，南投真个所在会使去能源的转换系统，县政府应该向这个方向去拍拼、去设备，唔是一直将粪扫车到外县市去处理。